大家呢段時間有冇睇世界盃呢？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世界盃比賽以外嘅精彩案例：挪威航空同英國航空嘅社交媒體互動。響世界盃8強，英格蘭咧就擊敗咗挪威。但係真正吸引人嘅，除咗比賽之外咧，就係兩間航空公司咧點樣將比賽變成一場高互動嘅社交案例。挪威航空主動挑戰英國航空，輸咗咧就要換對方嘅 logo。結果佢哋輸咗，但仍然咧履行承諾，換咗頭像啦，仲公開祝福對方。咁英國航空咧贏咗之後就冇踩對方，反而用咗一句 Rivals for 90 minutes, friends forever， 展現咧幽默同埋風度，令到兩個品牌咧一齊放大咗足球，吸引咧其他航空公司同埋傳媒嘅加入。最後咧雙方都贏咗好感同埋曝光。呢個案例咧有3個地方值得學習嘅。第一，承諾咧變內容，願賭服輸，行動本身咧就係最好嘅社交素材啦。第二，贏方咧有風度，幽默但係唔抽水，保持專業同埋高級嘅形象。第三，競爭變合作，互相踢同埋對話，形成咧非正式嘅 co-marketing， 雙方咧一齊放大話題。呢個故事咧提醒咗我哋，社交媒體管理咧唔係只係出 post 嘅，而係品牌文化同埋判斷力嘅公開展示。真正成熟嘅 marketing 咧，唔係踩低對手，而係咧令到競爭對手、傳媒同埋消費者都願意主動參與你嘅品牌故事，用策略贏得市場同埋人心。球賽就當然有勝負啦，但係品牌互動咧可以雙贏嘅。菠蘿俾個 like， 白頭佬幫你輕鬆做生意。